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繼續來參與咱的政治學的讀冊會。咱的第三單元呢，要來討論的是政府的體制裡面啊，咱即馬來定定咧看的叫做民主的政府啦。啊，這個民主，大家攏定定咧聽啊，到底什麼叫做民主呢？啊，咱用兩集的時間呢，來甲大家做一個討論。好，啊，民主到底是啥呢？大家攏知，民主就是人民做主嘛。這是無毋對，但是人民要安怎來做主呢？你看迄寡獨裁國家，因嘛講因是民主的國家，像阿強啊，即馬即個因嘛講因是民主的國家，但是無人咧信伊迄套嘛。所以民主到底人民做主是安怎來做主？安怎的標準？咱講即個國家是民主的，就像即馬政黨頂懸嘛有，像即寡垃圾的，即個國民黨的嘛咧批評講啥物現主是台灣話無民主，等等的安怎？但是即個民主啊，佇咱政治學頂懸啊，咧討論的時陣是有一套的標準的，所以你愛用咱政治學的學理的部分啊，即寡標準啊，來去甲伊檢驗，來去甲伊判斷講到底即個國家還是講即個體制是民主啊無民主？毋是大家踮遐咯，話攏三咧烏白講，毋是安尼。咱愛為這個政治學的這個理論來去做討論，咱才有法度啊，毋是講規工踮遐咧，烏白呸喙爛，即款的無意義的討論爾。咱愛實際上來看講，咱理論要安怎來去定義。好，所以啥物叫做民主咧？民主啊，就是啥物咧？就是講人民一方面是受統治者，但是人民本身嘛是統治者所以咧，這個人民啊，掌握着這個主權就是講國家上懸的這個權力，所以因一方面人民是主權者，所以咱是統治者另外一方面呢，咱互咱家己選出來政府來統治，所以咱嘛是受統治者，是安尼。佇這個前提之下呢，咱會使來去看，就是足出名的民主的定義，也有四大原則這是 Rani 所提出來的這四個原則分別叫做國民主權，然後呢是這個政治的平等，閣有大眾諮商，甲這個多數的統治。咱就一個來用上緊的速度幫大家做一個小解。其實我正嘛出過一支影片來介紹講啥物叫做民主的觀念。佇正恁會使去參考。國民主權的就是講這個是人民主權就是講。這個主權，咱佇頭前國家的迄個單元已經講過，主權是一個國家上懸的權力，伊對內部呢是上懸的，對外呢是獨立的。所以，這個上懸的國家的權力是向有的呢，毋是這個統治者，是所有的人民、所有的國民攏是這個主權的，有這個主權的人就對啊。所以，咱是主人但是呢，你會使講但是咱即馬將士所看到的，哪像咱是互人統治的呢？咱毋是啥物主人無主人，迄是因為你透過選舉的方式，所以你是即個權力的人，有即個權力的人你透過選舉，甲即個權力授權互國家，互即個政府來去替你行使即個主權的行為，就像講組織即個政府也是講去使用公的權力甲公的資源等等的部分。所以人民是主權者，咱透過選舉的方式來去授權互即個政府所以講若安尼講的，有選舉就是民主嗎？這嘛無一定像中國大陸也是講阿強迄邊因嘛有選舉但是咱就講伊個選舉咧選假嘛，所以呢像講即個普丁嘛，那盧西亞因的即個普丁伊嘛是選舉選出來，但是咱就感覺講，毋是感覺，是咱看着知影講因咧選舉是選假嘛，所以毋是講有選舉就是民主安怎講？安怎會選舉才是真正民主體制下面的這個選舉呢？有幾個條件，第一個就是這個選舉愛開放、愛公平的這個競爭。所以呢，你袂使講你甲我意見無合，我就甲你封殺甲你掠，無愛互你參選，也是講找一兩三個迄個會使講插花仔啦，毋是講認真要選的迄種候選人迄嘛毋是。所以你這個選舉愛開放、愛公平、愛有競爭像咱第一屆台灣咧民選總統的時陣迄時陣咱的這個政治系教授裴教授伊就講迄就是一個無公平的競爭嘛，因為迄個時陣雖然講1995年選舉的時陣應該講1996年咧選舉
95到96年誒時陣雖然總統會使直選但是迄當時誒新聞基本上攏咧報李登輝國民黨迄派誒新聞像裴教授其他候選人基本上就無有即個平等誒資源來去做競爭嘛，這是就是一個會使去例互大家參考啦。第二個就是講除了開放公平競爭，嘛要有即個選舉無確定性，就是講未選未開票進程，攏毋知影講誰會當選。你像講隔壁阿強是講即個盧西因未選就知影講誰會當選這就毋是民主意義誒選舉。最後就是即個選舉愛有一個定期愛去舉行，像冊內面就講1949年迄代誒即個立法委員到1992年才全面改選，迄就是一個無民主誒表現。所以咧，你民主愛投票即個投票毋是有投票有選舉就是民主，有一寡條件，安尼才展現講你確實是透過投票來去展現人民主權。第二個原則叫做政治誒平等，也就是無即個特權誒階級一人一票。每一張票誒價值攏共款，所以咧，無講有人誒票較大啦，是講阮是主，你是奴啦，即款誒講法攏是無平等誒即個概念，就像正有足儕國民黨誒即個立委攏真正是足無衛生誒，攏講一寡你來罷免是惡奴欺主啦等等誒，咧講啥物笑話，這就是政治無平等，因就感覺講因國民黨誒即個較高級嘛，因是高級的外省人嘛，咱台灣人就是哪層就下崗的，毋是安尼，這就是因根本自頭到尾因國民黨、中國黨、支那黨的因迄寡人心內就無即個民主的觀念，才會講出迄種話。第三叫做大眾諮商，因為人民是主權者，但是咱平常時有咱個人的工課要做嘛，所以咱是授權互即個政府啦。不管是行政的官員啊，是講立法的即個代表，來去替咱行使咱的公共事務甲公共資源的即個管理的工課。但是呢，因要安怎使用，咱一般無意見就無意見。但是咱若是有意見，咱嘛會使來去參與就像講政府要開發啥物所在，咱會使開即個公聽會嘛，來去表達咱地方也是咱人民的意見。閣有講政策要通過的時陣呢，嘛是愛有即個審查，有即個討論。等等，所以咧，像迄寡無民主觀念的國民黨的迄寡人咧立法院踮遐咧黑白創，根本就無互你開放你討論的機會嘛。像講整15萬人甲即個立法院包起來，講即個法案咱人民有意見。正常的民主的國家就是15萬人，你再講5人就好啦。只要有人有意見，你攏應該先聽看覓嘛，大家坐落來好好討論嘛。毋是講阮即馬多數咱就照咱的意見，攏無愛參人討論，這毋是民主的即個表現最後就是咱拄則講着多數的統治，因就講你看掠着即點咱就多數所以恁少數就愛聽咱多數的話這嘛是咧黑白講，咱多數的統治有即個前提的，就是講你愛佇有法度保障少數人的權利的基礎，你才來用多數決的方式決定即個社群的政策甲公共事務的方向。所以你若是少數意見甲少數的權利無法度受到好的保障，安尼你多數就變做是一個多數的部落安尼就毋是真正民主意涵的多數的統治。所以毋是講少數愛聽多數，多數愛去尊重少數，而且這是一個前提，你愛先去保障少數的權利，你才來用多數決的方式來去做決定。這是4個民主的這個原則互大家做一個參考。過來咱就會使講民主是一個足大的概念，所以咱用無共款的方式嘛，會使對民主來做分類啦。民主有啥物分類的類型呢？咱頭一個第一組啦，就是講伊是有直接民主還是間接的民主。直接民主就是咱公民直接來去參與，像咱的公民投票還是講過去咱佇社區開會，所有的這個社區的民眾做伙來討論，咱直接來去做參與，這是直接的民主好處當然就是講大家實際上攏出來參與嘛，所以咱每一個人攏愛有對公共事務參與的這個認知加興趣啦，會使來去培養着咱的這個政治的認知直接呢增加着這個正當性。但是咱現主是因為每一個人有
個人的工課啊，佇遮呢，咱的社群足大嘛，萬外人要咱來去做佇遮的參與，所以呢，這是佇較大的社群內面呢，就無法度啊來去進行這個佇遮民主。所以咱即馬主要看到民主的國家攏使用這個台語的民主，也就是講吼，咱找人來去替咱處理即寡政治的代誌，用選舉等等的方式啊，請即寡代議士來去代替咱啊，來去論證啊，等等的部分。所以較大的國家啊，分工較幼的所在，咱就會使用這個台語的政治。但是嘛有伊的這個不足的所在，就是講吼，有當時你看恁選一寡人吼，無一定會使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見嘛。這就是台語民主不足的所在。過來第二組咧是甲這個意識形態做結合。民主啊，要安怎來去執行呢？若是參這個自由主義來去結合，那就是叫做自由民主。自由民主就是重視個人的性命、財產、甲自由的權利應該受到國家的保障。其他的國家莫管傷濟，就是用國家用民主的形式來去保障個人的自由，這叫做自由民主。社會民主就是將這個社會主義甲民主結合，用民主的方式來達成社會主義的即寡理念。社會主義理念就是講毋是我好就好，是大家攏愛好。所以咧，咱甲即寡有錢人抾較濟錢來去補助迄寡較善的人，互即個貧富之間的袂講差傷濟，這就是社會民主的概念。所以咱簡單講，自由民主就是我好就好，所以民主是來保障我好。社會民主是安怎呢？是我好，大家嘛愛好，所以用民主的方式來去確定講大家攏好。一個就是小政府，一個就是大政府安尼。過來第三組就是這個多數民主加共識民主啊。多數民主就是講這個民主的社群啊，因是用多數決的方式為主啊，來去決定講伊這個社群的即寡政策的這個方案所以呢，若是這個共質性較懸的所在，就是講大家攏差不多啦用多數的方式來去做一個決定像佇英國就是這款的民主的形式但是有一寡國家因的這個族群足多，文化足多，你若是用多數投票的方式，迄寡少數民眾永遠攏投袂贏嘛。你像講佇台灣舉辦這個投票，迄原住民眾因完全無機會贏嘛。那管哪投票，因嘛是少數所以這款呢就無法度用這個多數民主的方式，因為民主咱講民主上重要的概念就是愛保障人權所以民主無一定會使互你有飯食，但是民主是互你會使用一個人的身份活佇這個世間。民主的重點是保障你的人權這是重點。所以這個共識民主的，就是講透過咱的協商討論審議的方式，來去產生社群的共識，毋是干那用投票的方式所以咧，伊較有法度去保障多元的意見，攏有法度去佇咱的政治的過程當中去表現出來。這是共識民主。這套呢嘛是這個 Aaron Leipa 最有名一個學者推出來。考試，若是你是要準備考試啦嘛，真愛考。較詳細物件，你愛去網絡頂懸是看你要買冊，會使來去做一個參考。共識民主咱台灣嘛應該來去實踐這個共識民主，因為台灣是個真儕族群的國家嘛。好，最後咧，咱有一個假民主，叫做委任式的民主。什麼叫做委任式民主？就是第三波民主化這個浪潮內面呢，有一寡國家雖然講為這個威權變成這個民主的國家，但是因為因人民的讀殼內面無受到真好的民主的教育所以呢，整個國家運作到後壁都走進去變做這個委任式的民主。咱正常的民主是講權力之間愛互相來去制衡，所以咧行政、立法甲司法彼此之間來去監督。但是這個委任式民主的伊個概念就變成講這個領導者因是人民投票出來，領導者因就感覺講伊家己會使代表全體人民，所以伊就拒絕去接受到其他水平方向的權力，就親像去受到立法甲司法的這個監督。所以呢，這款的方式就會變做是透過選舉或者領導者摕到一張空白的支票，伊想要舞啥就舞啥。因為這個領導者就講，我是人民選出來，我就代表人民。你若是立法代表，還是司法法官想要甲我
監督，你就是甲人民咧對抗，安尼伊就甲你打壓。所以咧，這就是一個假民主啊！所以咱講民主，毋是即個理所當然的一件代志哦。有誠濟咱攏知影講，我用一個即個比如啦，就是講吼，咱民主就親像一台車。你講即台車囥佇遐是好是歹？這無講是好是歹嘛。你若會曉駛車，你迄個車，你會使去世界拍照啊。即個遊山玩水，但是你若是袂曉駛車，你無照駕駛哦，你就即個車甲伊劈去哦，弄山壁啊，拄啊好弄互死死的。所以咧，即馬即個民主的體制就親像即台車，你即台車的駕駛就是咱即馬人民本身嘛，咱人民做主嘛。所以咱人民知影講民主是啥，要安怎來去行使咱的民主的權利，咱安尼來去。運作咱的民主的體制，咱會使互咱的社群更加的歡迎，更加的美滿。但是咱若是一般人民啊，無即個民主的概念，無即個公民的意識甲認知，就親像無照駕駛共款去駛迄台車，那個車咧，甲駛去弄壁啊，規家伙啊攏死了。所以即個民主就是安尼啊。按看我家己的意見啊，就是講咱台灣啊，雖然經過即個民主化的過程，但是制度頂懸的民主化，一般人民的即個意識內面啊，無啊，即個民主的概念，這是一件足嚴重的代志嘛。是我最近啊，為蝦米一直愛來去推廣即個公民的教育？除了講啊。國家考試的即個學科以外，一般民眾嘛，應該愛對咱的政治學有基本的認知啊。就親像你愛去教訓班去學講車要安怎駛嘛。咱即馬民主的社會，咱一般民眾對咱民主是一點仔概念都無的人啊，是大有人在呢。所以這是一件足恐怖的代志啊。所以咧，咱就講啊，應該吼，咱台灣即馬上欠缺就是公民的教育。愛互一般的民眾誒，咱攏是主權者咧，咱攏是公民咧，咱會使去投票咧。你到底是咧投啥？吼，即個政府安怎運作、預算公共政策，即個概念一般民眾攏應該愛有啊。咱愛知影講，即個民主到底即個體制是安怎運作誒，咱才來去行使咱的公民的權利，才會使互即個民主的體制變做是保障咱的權利啊，佇遮呢來提升咱的公共的即個福利即個部分嘛，所以這就是咱即馬民主台灣民主上大的挑戰，就是咱的公民教育實在是太不高了哦。所以呢，這是咱愛個拍拼的所在。即馬台灣的民主就親像一堆人咧賽車，但是因攏無駕照共款啊，是足危險的。所以要安怎來去處理，就是咱愛一步一步的影片來去推廣啦公民的教育，互一般的民眾攏會使熟悉基本的公民的知識，咱來去行使咱的公民的權利，安尼才有法度來去互咱的民主成做一個幫助咱生活更加好的這個體制是安尼哦。所以嘛，請大家咧若是咧有機會啊嘛加減仔來去分享啊，不管是咱的這個影片，還是你學到的這塊政治學的概念，愛互更加儕台灣人攏來去了解咱的政治，咱才會使來去運作出一個好的民主的體制啊，是安尼啊。好，咱即回先甲大家報告到遮，互大家知影講啥物叫做民主，民主有啥物款的類型。咱後一回咧要來繼續討論民主的其他的概念才繼續請大家來甲咱捧場。咱即回就到遮，感謝大家的收聽。